1942年2月9號，日本軍方喺香港寶雲山山頂建造嘅鐘靈塔正式奠基。日本佔領香港嘅日期呢係1941年12月25號，佔領時間3個月都未夠，當務之急居然唔係要解決社會運作，而係咁急要起一座鐘靈塔。鐘靈塔係咪一座軍事堡壘呢？定還是係旅遊景點？錯，鐘靈塔係一座風水建設，目的就係要鎮住香港嘅龍脈。除咗香港，二戰期間韓國全國嘅風水龍脈都布下壓勝術。由1985年開始，已經喺朝鮮半島各地成功掹咗300條鐵樁㗎啦。韓國電影《破墓》留低咗一句經典嘅對白：狐狸斬斷咗老虎嘅腰。韓國嘅風水學入邊，老虎就係韓國嘅地理形狀。二戰期間又係點樣被釘死呢？壓勝術流傳時間超過2000年，民間幾時開始流傳？壓勝術有啲咩工具？當中又要點樣用呢？稍後為你詳細講解正派反派嘅使用手冊。2025年頭，考古人員喺鐘靈塔地底發掘到一把埋藏咗80年嘅軍刀，呢個封印咗80年嘅故事，今日就等我小百科同大家講鬼故。壓勝術最容易令人讀錯呢，就係個厭字啦。喺壓勝呢個詞入邊呢，壓就唔係解討厭，而係解壓。咁意思咧就係解壓制啦，或者壓服。咁古人咧就會用帶有象徵意義嘅物件、圖像或者儀式咧去壓制某人某物嘅，既可以用嚟辟邪、鎮宅、求福，亦都可以咧用嚟詛咒害人嘅。佢嘅核心觀念就係壓而勝之。喺中國嘅傳統入邊，壓勝係民間信仰嘅一部分，經常性會同巫蠱、方術、風水等等觀念咧撈埋嚟講嘅。喺香港鵝頸橋嘅打小人呢，就係壓勝術嘅其中一種啦。正路嘅做法就係幫老公打走身邊嘅小二、小三同埋小四。咁邪門啲嘅做法呢，仲可以親身落場打個痛快，邊打邊鬧就打到去撲街嘅。關於壓勝術嘅起源啦，傳說壓勝之術始於姜太公。根據太公金貴佛嘅記載，周武王伐紂成功之後，天下歸順嘅時候，就只有丁侯呢十分大膽，居然呢就唔肯上朝臣服。咁於是姜太公呢就畫咗一幅丁侯嘅畫像，對住佢個膽係咁射，咁大膽啊嗱！咁結果咧，丁侯咧就真係病咗喎。咁當佢知道咧係姜太公搞鬼咧，就即刻派使臣咧向武王表示臣服。最後姜太公擇咗個良辰吉日，掹晒射喺畫像上面嘅箭，丁侯嘅病咧就好返啦，仲快過食必理痛。壓勝術常用嘅物件咧係有好多嘅，最有代表性咧就包括木偶指人啦、八卦鏡壓勝錢啦、上方寶劍等等工具咧就齊晒啦，咁你又識唔識用呢？嗱，以下落嚟咧將會介紹壓勝術使用手冊，務求大家聽完之後咧唔好亂試，得個聽字好啦。壓勝術係有正邪之分嘅，一般正派嘅做法就係透過吉祥祈福同埋趨吉避凶嘅鎮物咧嚟幫家宅增運嘅。壓勝術最常出現咧係有3個地方：屋頂、地基、門口。因為呢3個位置咧代表天地人，好同唔好嘅氣咧都係會經由呢3個地方進入同埋離開噶。例如門口貼一幅門神，就係要等牛鬼蛇神見到門神會自動迴避，唔好入嚟屋企啦。八卦鏡通常放喺屋頂橫梁，將外來嘅煞氣全部反射。寶劍銅錢傳統嘅做法係會埋喺地基或者牆入邊，因為寶劍咧係具有極強嘅靈動力，能夠斬妖除魔、破除不祥之氣。喺民間信仰入邊咧，銅錢係被認為具有極強嘅辟邪同埋鎮壓能力嘅，原因係有3個。銅錢嘅形狀象徵天圓地方，承載咗宇宙天地嘅乾坤正氣。流通嘅貨幣聚集咗極盛嘅陽氣同埋人氣，能夠有效克制陰邪之物。錢幣上邊咧鑄有朝代年號啦，代表住人間至高無上嘅皇權律法同埋國運嘅。風水學常見嘅5帝錢咧，就係代表清朝嘅5位皇帝，分別係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嘉慶。本質上就係壓勝術嘅延伸，用嚟化解煞氣嘅。如果偏向詛咒嘅用法咧，通常都係會將人偶同埋目標相關嘅東西結合嘅。現代科學我哋就叫 DNA， 即係例如係頭髮啊、指甲同埋米青㗎。咁男士們睇到呢度咧，就記住色字頭上一把刀啊！嗱，當拎咗足夠嘅 DNA 之後咧，一經施加咒語，人偶咧就會即刻變成有靈魂嘅真人㗎啦。再用針吉
封口、綁手綁腳等等嘅滿清十大酷刑，傷害或者限制對方。所以壓勝術咧其實有兩面嘅，一面係害人嘅武術，另一面咧就係護身嘅民間術法。漢武帝時期就發生咗一件壓勝事件，史稱巫蠱之禍。漢武帝晚年嘅時期咧，非常相信壓勝術。事情嘅起因就係漢武帝大仔兼皇位法定繼承人太子劉據咧，因為被奸臣術士誣衊，屈佢咧就用巫蠱去詛咒佢爸 B， 咁無法自辯嘅情況之下，就被逼用監國嘅身份起兵誅殺奸臣。結果漢武帝咧以為個仔造反，咁啊派丞相去帶兵鎮壓，雙方對戰咧令到長安城入邊死傷過萬，最後太子兵敗逃亡，喺無路可逃之下自殺而死，造成咗大量政治軍事人才流失。而漢武帝亦都喪失咗培養多年嘅繼承人，最後喺臨終嘅時候先至冊立只有8歲嘅細仔繼位，為漢朝衰亡埋下伏筆。壓勝術喺中國嘅文化入邊反映咗古人對超自然力量嘅想像，亦都反映咗佢哋對規矩、風險同埋命運嘅不安。喺漢武帝案例入邊啦，甚至唔單止係迷信啊，而係直接變咗做政治鬥爭嘅工具，最後導致皇室朝廷嘅大規模清洗。公元前91年發生嘅巫蠱之禍，相隔2000年之後，壓勝術再一次被活用喺近代嘅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哋一齊嚟睇下日本使用嘅壓勝術點樣壓住香港嘅龍脈，同埋導致韓國分裂成南北韓。喺二戰殖民時期，日本咧中意利用壓勝術去壓制佔領地方嘅風水同埋氣運，做法大多數都係將長木樁、金屬釘、寶劍埋入地基，象徵截斷龍脈或者鎮住地氣。呢個做法同中國傳統壓勝嘅基本邏輯大致相同，透過象徵物、方位同埋儀式去影響一個地方嘅運勢同埋秩序。喺香港同埋韓國嘅風水寶地入邊咧，就埋藏住各種壓勝術嘅預鎮物。歷史記載，日軍當時喺港島寶雲山山頂、馬己仙峽同埋灣仔峽中間咧，就起咗一座鐘靈塔，聲稱係為咗紀念入侵陣亡嘅日本軍人。呢座塔計劃高80米，重900噸。建成之後咧，就位於高處，維港兩岸大部分地區咧都會望到㗎。建造工程咧奠基於1942年2月9號，但係最後咧就未能完工。1945年日軍戰敗，2年之後咧就被港英政府爆破拆卸。鐘靈塔明面上咧就視為日軍紀念陣亡官兵嘅設施，而塔下咧就埋咗一把鎮壓龍脈嘅日本軍刀。日本刀古時咧就被視為武士嘅象徵身份同埋靈魂啊，對外建功立業要靠刀殺敵自保，兵敗如山倒嘅時候咧要靠刀切腹自盡，生同死都係靠一把刀。江戶時代嘅日本武士身份位居士農工商之首，喺德川幕府嘅4民等級入邊咧排行第1位，佔全國人口咧7%，而且擁有佩戴雙刀同埋擁有對無禮平民當場斬殺嘅特權。埋藏喺鐘靈塔嘅日本寶刀咧，利用日本嘅軍事意志壓制喺香港統治之上。寶劍極強嘅靈動力，能夠斬除不祥之氣，同時都會斬斷香港嘅龍脈。刀嘅本性原本就係雙面刃，為咗保佑戰事順利，寶刀仲有威震八方、大殺四方嘅意思。寶刀由大日本鐘靈顯昌會鑄造，刻上咗禮聘刀匠靈涯鍛造，經過香港嘅神社營造主任放入箱入邊，再由日軍總督基谷廉介埋喺地基深處。一個地方嘅命運，除咗由天然因素形成嘅山川風水，仲有代表住管治權威嘅政治首輔。據說日佔時期日軍喺港督府留低咗一支壓勝棒，意圖永久保留日本對香港嘅控制。傳聞戰後曾經係有職員嘗試去移走或者掉走呢支棒㗎，咁但係就接連發生意外，從此就冇人敢掂啦。傳聞董建華上任之前就曾經請過風水師去睇風水嘅，咁認為前港督府風水係好差，係對管治非常不利嘅，咁所以就決定唔入住禮賓府，任內全程選擇翻返去自己嘅居所度住。如果你覺得香港部分都咁精彩嘅話咁就請你一定要睇埋韓國啦，因為韓國嘅厭勝佈陣誇張過香港300倍。2024年韓國上映電影破無，上映32日累計觀看人數已經超過1000萬啦，成為2024年韓國電影市場第一部超過1000萬人睇嘅電影。電影入邊有一句非常經典嘅對白：狐狸斬斷咗老虎嘅腰。劇入邊嘅狐狸指嘅係法力高強嘅日本陰陽師川山純二，不過其實係仲有更深一層嘅影射。日本歷史上最高級嘅陰陽師，大家知唔知係邊個呢？就係安倍晴明啦。
安倍晴明係平安時代最出名嘅陰陽師之一，係一位通鬼神，善於占卜、驅邪同埋施展式神嘅傳奇人物。佢係朝廷御用嘅王牌陰陽師，負責觀察天象、占卜吉凶、處理曆法同埋儀式工作㗎。喺平安時代，陰陽師咧係好受貴族重視㗎，因為無論係居家旅行、水土不服、祭祀、結婚咧，都係揾佢哋判斷吉凶㗎。佢最強嘅武器就係可以操控式神，用嚟破解詛咒啦、追查擺壓聖物嘅人，甚至喺貴族入邊咧出現靈異事件嘅時候咧，都係揾佢處理㗎。據說安倍晴明咧係白狐之子嚟㗎，因為安倍晴明嘅爸 B 安倍保明咧就喺信太森林嘅獵人手中救咗一隻受傷嘅白狐，而白狐為咗報恩咧就化身做一位靚女同保明結婚，而且生下咗安倍晴明。直至安倍晴明5歲嘅時候咧，因為唔小心見到佢媽媽咧就露出咗狐狸嘅原形，咁佢媽媽咧就無法繼續隱瞞啦，最後留低咗一首和歌就重返信太森林。傳說晴明因為係白狐之子嘅關係咧，所以天生就擁有凡人冇嘅高強法力同埋睇到鬼怪嘅陰陽眼。狐狸喺日本有好高嘅地位，例如京都嘅伏見稻荷大社嘅狐狸咧，其實係神明嘅使者嚟㗎。日本人相信神明嘅使者係有驅魔嘅能力，對於神社嚟講係重要嘅守護者。另外可以發現呢啲狐狸嘅配色咧都係白配紅，咁啊因為咧佢哋唔係一般嘅狐狸，而係神聖嘅白狐啊。參拜稻荷神社嘅時候咧，喺入口咧可以發現到左右兩隻狐狸，而呢兩隻狐狸咧嘴入邊分別係擔住唔同嘅嘢㗎，一隻係擔住糧倉嘅鎖匙，另一隻咧就係擔住象徵財富嘅寶珠。如果狐狸代表日本，點解老虎會代表韓國呢？喺韓國傳統風水地理學入邊咧，朝鮮半島嘅地理輪廓係會被視為一隻趴咗喺度，正準備躍起嘅老虎。太白山脈就係老虎嘅脊椎，虎頭嘅位置就係北方嘅長白山，而老虎嘅腰部咧就啱啱好落咗喺朝鮮半島嘅中央地帶，即係目前咧南北韓嘅交界處啊。喺日本佔領朝鮮半島期間咧，就喺全國風水龍脈嘅要地埋下咗巨大嘅鐵樁。咁啊，據說咧呢一個做法咧係可以破壞韓國嘅風水，削弱韓國民族嘅國運。傳聞韓國喺戰後咧就喺北漢山、雪嶽山、長白山、智異山等等62個地方咧曾經發現日本埋下嘅鐵樁，而長白山咧正正就係老虎頭部所在嘅位置，而北漢山、雪嶽山咧就係老虎嘅腰部位置啦。由1985年開始啦，已經喺朝鮮半島各地成功掹咗300條鐵樁。有唔少韓國人就相信呢個正正係導致南北韓至今仍然分裂嘅原因，而且有更加多人認為咧呢個係導致南韓每一任總統大多都唔能夠善終嘅青瓦台詛咒。所謂嘅青瓦台詛咒咧，即係大韓民國成立之後咧，每一任總統都會遇上不測、官非或者不得善終嘅。喺大韓民國一共咧係有14位正式總統，其中有6個咧就未能夠完成成個任期，總共有11位總統咧下場係非常慘烈嘅。朴正熙任內遇刺身亡，盧武鉉卸任之後被調查期間因為輿論壓力而自殺，朴槿惠、尹錫悅任內遭彈劾之後起訴。李承晚、尹普善、崔桂霞被民運或者政變推翻，全斗煥、盧泰愚、李明博卸任之後咧遭起訴判刑，文在寅卸任之後咧遭起訴。其餘2個人金泳三、金大中雖然本人喺卸任總統之後咧未有任何不測，但係因為佢哋嘅仔女而捲入咗貪腐案件，有時咧仲會被列入其中，真係躺着也中槍啊！呢個三煞位咧真係咪咁易坐㗎？坐邊個就死邊個。我個人認為壓勝術最強嘅地方咧就係你揾佢唔到啊！無論把劍有幾利，支針有幾吉，只要揾到然後燒咗佢就解決咗個問題啦。但係個問題就係壓勝術咧無色無味，粒穿心釘就咁細，韓國就咁大。點揾啊？今次真係你在明，我在暗啊！如果中意呢類風水題材咧，不妨留言話俾我知，下一集拍啲你想知道嘅小百科。